你哦。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女子，离我好远好远。我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家人，不要开鸟。我要趁着没有人注意我的时候，我要来打水来喝。他怎么敢在早上突然下来？那个坏女人。对，我在找她丈夫的照片给看哦。胡子长成这样，第二个还有第三个，不起眼，第四个也没怎样，第五个，Q 猫。你是犹太人，我是圣玛利亚人。你是查甫的，我是查某的。你甲我讲话吗？对。你也知我爱甲你讲话就是上一道的对付生命的活水。什么是生命的活水？只要你认错悔改。了后，为我做你的事，了后我就会帮你医治你一切的恶业。是安尼，会使你紧阮对话吧。好，来，咱们哇，干杯！哇，这俩妇人得到了新的生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。今天教的那一首歌，你是唯一。嘉怡。